一时要甲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以弗所书第4章，咱要对20节来看到24节。以弗所书伫白话字的合本的顶面伫223面，伫国语版本和合本272面，其他的版本请咱家己来看。以弗所书第4章20节，遮安尼记载讲。若是恁学习基督，毋是安尼，恁若果然听见伊，搁伫伊受教示，照伫耶稣所有的真实，就是论到从前的行做，恁脱去旧的人，就是照因为人的私欲得败坏的23节，搁恁心神换新，像迄个新的人。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意象，这是要请电政理牧师来讲道。今仔日要讲的就是以弗所书第5讲教会的见证。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大爸拜上帝，阮感谢伫主日，阮就这个福气会当来敬拜你。那今日阮要甲主来同坐倒，佮一摆来感谢主你的恩典满满伫阮每一人心中。那阮伫遮要学习的是阮有福气伫教会中间来得到造就，来得到来认捌做兄弟姊妹。但是阮领受主你的教示佮听以后，阮应该有安怎的见证伫咧？但阮要透过保罗所写的批示，要成做阮的提醒佮帮助。求主你赏赐阮属灵的智慧，互阮会当看见，也会当开阮的心门，互阮会当明白。阮来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大家平安。咱今日真欢喜，是要咱举行今年的第4摆的咱的新礼典，咱有侪人要来洗礼。但伫前个是恁3个要来学习，咱伫今年中间有关教会起造，咱讲到。要透过以弗所书伫遐来学习。那在以弗所书是保罗写伫监狱写以弗所教会，伊伫遐有明确伫遐来讲到上帝的拣选，甲伊的救赎是甚物，佮伫遐提起着教会就是受到这救赎的这信徒因组织做伙的，然后佮讲到伫即个信徒伫生活中间有最的即个精进伫咧。但是咱咧，我靠着主有一个好的见证，上一个提醒伫基督内底，不管咱踮伫倒一家，还是倒一个教会，拢爱共款有合一的心伫咧。这是保罗伊所写即个以弗所书的即个的重点伫咧。以弗所即个名其实嘛是伫有诶即个抄卷内底是无伫以弗所即个名伫咧。所以真可能嘛是要写迄当时的即个正教会，伫遐要甲伊提醒咱的教会的即种到底教会是安怎形成，要安怎来起造教会，要安怎以及咱即个信徒应该有的生活是甚物。所以咱已经自头咱理解就开始讲起，咱毋茫有6摆伫即个所在来学习，做即个问题伫咧。头一个是教会是即个。基督的身躯，咱是想起知影教会源头到底是甚物？教会是主的圣殿，所以是教会意义到底是甚物？教会咱都要荣耀上帝，所以应该有的彰显是甚物？教会起造要安怎互教会当得到兴旺？那咱今日要讲到教会见证，教会应该有安怎的见证伫？伫教会时阵要讲到即个教会中间会去当到即精进伫咧。那因为2月开始到目前已经真久的时间，咱第一个来小复习一下。头一个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躯，第二讲到讲基督是教会的即个头，咱教会是基督的身躯，咱教会甲信徒就理所当然要有即个基督的即个头要来充满。所以咱的所行所做所讲的，应该显明出来，基督真正是住伫咱内底，就是会当显明内在真实的基督一个。互人对着咱来认捌，已经来荣耀伫基督。第2讲，咱讲到教会就是主的圣殿，就讲教会甲信徒，咱来分别做圣，互主的名永远伫咱的中间，咱就要诚做，咱既然伫咱中间时，咱诚做上帝即个目睭、甲心、
常常伫伫即个所在，会当延光伫上帝，有当对人有当得到利益。咱嘛常常提醒讲，咱本身就是教会的圣殿，所以咱无爱袂当伫遐来伤害咱的身躯等等遮个。咱个第三讲讲到教会就是爱延光上帝，所以伫咱甲教会心上，爱互上帝得到伊应该得的荣耀。毋是因为咱做了才互上帝得到荣耀，是上帝本来有即个荣耀，咱就要透过咱，互伊会当得到即荣耀的，所以就互咱真大的即责任伫咧。咱若无对咱的身躯会当互上帝得到伊应该得的荣耀，就是咱会亏欠伫咧。我相信即个咱咧非常清楚，毋是因为咱上帝才得到有即个荣耀伫咧，是咱给他让当得的荣耀。教会起造是咱顶回最后一个讲，就是讲教会起造起来，即教会爱诚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啊，逐人尽伊的本分伫咧，爱诚做一个中大成人的一个教会伫咧。所以教会有真大的功能，需要伫迄所在敲车，以及造就咱所有的这会友，毋茫咱会友拢会当明白伊家己的恩赐，然后有即个真质受到造就了，爱伫迄所在来服侍人，来侍奉上帝。那每一个人经历一段时间以后，不再是迄个红影啊，伊在长大，迄个教会就是诚做会当看起来，伊是一个合一，佮会当逐人拢尽本分伫遐咧服侍，佮逐人拢是长大诚做大人的即种教会伫咧。但直接要来问的伊，若是会当做到安尼时，咱就当伫遐来讲，咱无亲像外邦人的所行，因的心志空空，因为伊毋知所咧努力是甚物。但是要问讲，迄个合一。国政之的节，然后长大诚做大人的即种信徒甲教会，应该有怎样的即个见证？就是咱今日所看即个圣言节。但今日圣言节其实一直爱甲读到第6章煞吼，而且非常的长，所以咱只有用头前的，较咱无需要将即个简要伫迄个所在。但是咱来看咱的周报内底呢，嘛写袂落，所以周报内底给他写项目，然后咱有即个圣言节伫咧。毋茫咱倒转的时，会当照即个圣言节，伫遐家己现个看，啊，伫迄所在较有较大的即个领受伫咧。咱简单来讲一个基督徒伊要有啥物见证？原来伊就是不再是伊的老的我，然后伊爱诚做一个新造的人。华语版讲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不再是还未信主以前迄个旧的你的，应该诚做一个新造的人伫咧。圣言在中间。第4章第2节底下明明咧讲，恁脱去旧的人，就是照因诱人的私欲伫败坏的。为什么爱脱去旧的人？因为咱旧的人就是迄个败坏的。上帝想使咱有情欲伫咧，原来是美好的，但是咱人却误用伊，开始就自遐真自私，拢为着家己，然后包括咱的地球，咱嘛伫遐来破坏，包括别人，咱嘛无咧甲关心，干那一切拢是为着咱家己。连放纵咱家己的肉体等等遮个，咱看去就是遐败坏，所以需要甲咱脱去。保罗伫加拉太书第5章的19节的所在，底下嘛，佫有讲起，挽回一下。啊。伫加拉太书第5章19节到21节，底下讲肉体品性有显露，亲像奸淫、污秽、邪僻、拜偶像、邪术、结冤仇、三争九气、结党、分平、异端、怨妒，亲像即号的，只要写着几啊个真无好遮个物件，我相信咱会当甲遮个事，咱家己问家己讲，看咱到底有即种伫咧。其实咱若是放纵咱的私欲时，咱加减减就有遮个物件伫咧。这就是咱爱需要伫迄所在甲脱去，咱该放弃遮个旧的人，然后咱咧诚做一个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伫24节底下安尼特别甲咱讲，佮恁心神换新，像迄个新的人，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原来咱就是原来上帝所创造拢是美好的，但是咱受到遮个。不管是咱的环境也好，还是咱的自私等等，遮个咱已经受到污染去。但不再是上帝早时创造看做好的迄个我，
已经不再是迄，所以伫这所在讲，咱来放弃咱即嘛无好诶，咱倒转到伫上帝起初所创造咱诶，用真理诶义甲性来创造诶，就是咱所讲诶，诚做一个新造诶人。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伫遐讲，人若踮伫基督，就是最新创造诶，旧诶代志已经过去，但拢变成新诶。咱常常咧提醒讲，你若受洗礼了后，你就是一个新造诶人啊！你不再是你旧诶你啊，你会成做一个新造诶人，爱互人看在你真正是一个新造诶人。伫哥罗西书第3章第9节到第10节讲。咱已经脱去旧诶人，甲伊诶行罪，也有穿新诶人，就是伫你换身到得到财物，照创造伊诶想诶样。所以伫遮搁一摆提醒咱诚做新造诶人，毋是我想做变做安怎迄个好，我家己看做好诶无，咱是要倒转到上帝早时所创造咱迄个照着伊诶形象所创造诶迄个你。你诚做，你啊，脱去你阮已经受到污染，这旧诶人、旧诶老诶我，然后诚做一个新诶人。然后保罗讲到这了后，伊就伫第4章，伫第4章第5节一直到第6章第9节，伫遐伊讲到3方面，伫生活中要安怎见证。头一讲到个人爱安怎，然后讲到家庭，佮讲到咱伫职场诶时阵。个人方面，因为4个方面伫遐讲，用你的言语着爱安怎，然后讲到你的即个你的情绪爱安怎，佮讲到你的生活甲你的品格爱安怎，最后讲到咱的信用生活应该如何。这中间非常的长直咧，所以要用即个简单的即种方法伫遐来写出来。头一个讲到言语方面，头一个咱来脱去咱旧的话的人，就是讲毋通去讲这个。莫去讲，咱来读去白册，然后像换做新的人，意思就是讲，你爱较厝边来讲真实的咧。原因是因为咱拢是三甲来做一体，咱拢是互相是基体，所以咱无必要伫迄所在来讲即个白册，咱顶多爱讲真实的话。那呢，佮讲咱着爱读去，毋通讲着遐垃圾的话出来，一句嘛毋通讲出来，咱着爱讲的好话。因为要互别人会当得到稳定，这顶头写拢是华语版吼，我用这个台语来讲出来吼。咱华语版嘛看到真明，这意思是讲，咱拢彼此是基体，所以咱毋通伫遐来欺骗。咱为着要人听见人拢得到利益，得到稳定，所以咱毋通讲遐无造就的话，咱顶多爱讲造就的话。佮遐真无好，这事，奸淫的话，还是虚伪的话，还是即个虚人的话，这拢无应该伫迄个所来讲，常常搁在讲感谢的话伫咧。因为原因，甲咱讲，遐淫乱的、误会的、贪心的、拜偶像的，这拢甲基督伫即个甲上帝国是无干涉的。就是这个人袂当成这基业伫基督甲上帝国。这部分是咧讲到咱人言语方面爱注意。要安怎知影讲咱已经脱去老的我，诚做一个新造的人。原来伫即个所在甲咱讲，咱无应该伫即所在讲白贼，咱得讲自我造就的话，咱得常常讲感谢的话。咱来回想讲，咱到底是安尼啊无？第二项，咱来看去情绪的部分。情绪的部分讲，咱得常常会受气，个咱气足久的。伫即所在讲，咱毋通，咱来受气的时毋通犯罪，嘛毋通到日落，因为会互魔鬼来留地步伫咧，互魔鬼有芳通入去。我相信咱无可能无受气，因为咱若看见迄个不义的代志，咱一定会受气的。但是咱嘛真侪毋是为着义不义的代志，咱莫名其妙为着小事伫迄个所在受气，为着家己的一寡情绪的原因，咱真容易伫迄个所在受气。甲咱讲受气爱注意，毋通因为受气来犯罪。那受气的时，咱家己要限制时间，毋通到日落的时阵，因为安尼你会魔鬼有芳通入去。然后佮讲到咱在除掉这所有的苦楚的物件，包括怨气、受气，这宣扬、毁坏，这无好的物件，咱拢总伫迄所在一个除去。
咱颠倒爱有常常存着感恩的心，用慈悲、三款待，存着怜悯的心，彼此会当伫遐来赦免。因为原因就是上帝伫基督内底已经赦免咱了。我相信第二点是咱常常会去犯着，咱常常去互人冤枉着，咱常常别人一句话无注意一句话，你就是敢受到伤害。有人即个伤害会当记到几啊十年去都有可能伫咧。短嘛，至少嘛几礼拜还是啥，你就感觉真痛苦伫咧。其实对方的人早就已经袂记咧啊，伊也无安怎，但是咱继续伫迄个所在咧痛苦。所以咱有人咧讲，你若袂当赦免人，就敢若因为别人做毋对，结果是咱受害共款。你若受到安尼，佮想到咱耶稣基督，伊无做任何的无好，无做任何毋对，但是为着咱定实的价，伊佮伫遐来赦免咱的时，咱无一个人会任何会受到冤枉，受到即种苦楚会比伊佮较大的。但是伊赦免咱，伊赦免遮个人的。咱若佮即摆来回想着基督安尼，咱诚做基督徒，就是对基督的遮个门徒的时，咱更加爱学习参像安尼。咱就爱腾起咱的旧话，换做一个新的，因为基督特别伊来赦免咱，咱嘛学习安尼。第三要讲到生活甲品格的即个有关的，伫遐讲咱毋通偷摕，佮就爱认真去做好事，伫迄个所在爱去着磨做好的工，因为你安尼的时，就会当将你所剩的会当伫遐来帮助人。佮伫遐毋通讲到这淫乱、贪婪的这误会，拢毋通讲去，因为这甲上帝国是无分的。这是咧讲到咱人的即个品格部分，品格部分佫较侪，因为旧人真侪这无好，像是讲咱无受到即个无影的话，伫遐来所欺骗的，咱颠倒爱甲因无分伫咧，咱因为上帝是对上帝受起伫即种背逆的人伫咧。当咱伫主导文中间，咱常常会讲伊讲，无伫互我得着饲，就赦免我无因操我伫饲，就叫我脱离迄个歹。迄头前迄句就是讲，咱还未遇到困难以前，咱就莫去遇到迄种情形。迄是上界根本的，咱毋通想讲咱家己足厉害的，咱足勇的，咱袂受到这影响，咱人真软正伫咧。所以伫遐时候讲，你若要诚做一个新的人，你就是莫甲这无影的人相甲做伙，你就袂受到这影响伫咧，你就袂去受影响了时，就诚做背逆上帝的这人伫咧。然后佫伫遐来讲，即个甲即个黑暗的代志，咱无掺杂伫咧。咱颠倒爱诚做一个光明的即个囝儿共款，即个光明的囝儿就是好、义、甲真。法务办讲是良善、公义、诚实，因为这是主所欢喜的事伫咧。咱无应该有即个毋通法务办讲、大务办讲毋通伫黑暗，甲无即个效果这事顶面，咱颠倒爱诚做一个光明的囝。伫上帝的面内，即光明的即个囝儿伫咧，是真好。真甲义伫咧，然后佫有讲到，亲像咱爱醒起来，因为咱已经对死已经够啊，咱毋通亲像迄个愚妄的人，咱爱亲像智慧的人，咱要有亲像知识的人，行代志来谨慎，毋通做糊涂的人，爱把握即个机会，明白主的旨意，因为现在已经受到即个世代是邪恶的世代咧掌管着。为什么讲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这个邪恶咧掌管着？因为咱拜偶像人真多咧。拜偶像的意义就是你向迄个黑暗的势力交出来你的主权，请伊来掌管着你。咱拜上帝人嘛是共款，咱就是请上帝来掌管着咱的性命，掌管着咱的性命。所以咱所徛起的所在是上帝国的所在。但是其他这拜偶像的，却是这个黑暗世代的这个国度伫咧。所以现今的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所以咱更加需要伫迄所在爱警醒一咧。这是有关咱生活甲品质伫个人中间的这个提醒一咧。最后一个伊讲伫信用生活爱来提醒的，讲咱毋通酒醉，咱是爱互圣神充满，毋是好要酒来充满，因为酒会互人放荡去。咱就爱常常用娱乐、用诗歌、用灵歌，用上帝的话，伫迄所在彼此来勉励，彼此来即个应答伫咧。理由就是因为
因为既然奉主耶稣的名，常常来感谢的、敬畏的，咱就必须会当顺服，上帝的祝福伫咱的中间。这个是咧讲到这段有这么长的所在，咧讲起是咱个人要安怎有这个好的见证伫咧。伫第4章的第30的是第30节，伊伫安尼讲：无着上帝圣神油门，就是所捌用来看应令的，到伫赎回的日的时。伫遐讲，咱所行所做，咱来保持一项的，毋通叫圣神感觉足忧闷的，足见效共款。因为咱所做袂当伫遐来应验你的名。咱诚对基督徒其实有一个因啊，已经登伫咱的心上，讲我就是对基督的门徒，所以我所行所做应该有即个基督徒的香味，互人会当来看见的。到第5章的第1节到第2节，伫遐讲：恁既然做上帝所听的囝，就学上帝，也就行伫仁爱，亲像基督捌听恁，替咱献家己做礼物、做祭司，芳芳伫上帝的面前。上帝已经牺牲伊的囝耶稣到伫地面，佮牺牲伊的性命，为着要听咱，互咱诚做真大一个学习的。所以咱伫个人方面，咱要安怎做见证？就大拄仔所讲遮个。互咱所行所做，咱应验伫上帝的名。圣经中间，毋若讲到个人，佮讲到家庭的部分。伫遐讲到家庭的时，咱讲3方面：做太太的、做丈夫的，甲即个囝儿中间的关系。做丈夫的伫遐，做太太讲你伫遐顺服家己的先生，然后伫遐讲你的动机，要顺服的动机是甚物？因为丈夫是做妇人人的头，亲像基督做教会的头。也家己做全体的即个救主，顺服的即个根基是啥？你都要顺服主，敢若顺服主共款。顺服的标准是甚物？教会顺服基督，所以妇人人也就安尼来顺服丈夫。顺服的程度是甚物？凡事顺服，毋是敢若经理意爱来顺服。所以顺服爱讲个清楚，顺服毋是讲我家己拢无意见。先生讲啥就是甚物，别人讲啥我就是安尼。无顺服是一个官兵，你强调是即个官兵。所以顺服嘛，包括讲我有意见，我嘛要提出来；我有建议，我嘛要提出来；我有口劝，我有提醒，这拢总是你应该做，你拢爱来做。你讲煞以后，然后做决定是即个官兵咧做决定。那伫遮所讲的，就是即个先生来做决定，互伊来负责任，然后做。妇人人就伫伊的下面来底下来得到即个保护，啊，即个成全伫咧。最先生的就要听伊的妇人人，听的动机，伫这所来讲，丈夫就听伊的妇人人，亲像家己的身躯；听家己的妇人人，就是听家己。听的即个的根基是啥物？讲袂捌有人怨恨家己的身躯，就是养持以保守伊，亲像基督。款待教会共款，听的即个标准是啥物？爱亲像基督咧听教会，也替伊献家己，互伊诚做圣，就是用水来洗，甲道理来清洗伊，要将伊献互家己，做阳光的救主，无点无了面的迄款，拢无就是圣无瑕疵。伫所以咱会当看见讲。佮讲到即个听的即个程度，就是爱听亲像家己的即个身躯。但伫即所在做一个结果来讲，就是讲最丈夫爱听伊的妇人人，来听敢若听家己共款。但是最妇人人的，就爱敬重伊的丈夫。即中间常常听会顺服，甲即个听中间，有人讲你都无听我，所以我袂当顺服；伊讲你都无顺服，所以我袂当听你。我相信圣经中间毋是要甲咱讲倒一个先，倒一个后。这是个人应该爱尽的即个本分。不过，咱会当用过一句来讲，假使咱若感觉对方无够听咱，你也想做是咱无够顺服，所以我着顺服到你听我。你若感觉对方无够顺服，就讲因为是我听了无够，所以我听伊听到，互伊会当顺服。那你就无相偏，每一项拢爱尽伊的本分，互彼此会当伫即个一个更较好的方向，伫迄所在彼此来努力伫咧。咱看去第3，就讲到即个亲子的即个关系，伫遐讲到最囝儿的，恁踮伫主着顺趁你的父母，因为这是应该的。
要尊敬你的父母，这是头一条有含应允的戒，要互你行通长岁寿伫世间。咱10条戒内底唯一有一个应允的，就是这条。你若孝敬父母的时候，你要伫地面会当得到长岁寿伫咧。这是最惊你的，最父母的，伫遐讲毋通激囝你的受气，独独着用主的境界来教示甲培养因。嘛有人问误会这条讲，所以因为安尼，我就袂使甲我的囝儿讲什么，因为伊会受气。无伫后壁迄句咧甲因讲啊，你来用主的境界甲教训来培养因。就是要引带因行伫正确的路上，因为伊安尼来受气，迄是伊的毋对，毋是你的毋对。即讲的头前毋通激伊的受气，是讲因为咱用真无合理的方式，真严的即种要求，无合理的要求的时阵，再造成即种，所以两方面拢有应该爱注意的地方的所在。那第三方面讲到咱伫职场的时阵，职场的时阵，咱咧心智换新，诚做一个新造的人，会当活出基督的生命，为着主来做见证，会当为几样的方向来看。头一个原则，你就是甘心做工，亲像甲主做，毋是甲人做。你伫职场方面，你毋是咧针对你的老板，你是要毋是咧做互人看，你是为着主咧做。你若有这种心智的时，你所有的工你都会非常真欢喜要去做，毋是伫遐咧计较伫咧。咱来遵守职场的这种伦理，伫遐讲。恁着行兄摇摇带，用诚实的心顺坦教肉体做恁的主人的，亲像伫顺坦基督。你甲这一直记牢伫心中的时，我相信你的职场、职场你会非常的通顺伫咧。咱着要建立伫职场的这种价值观伫咧。伫遐讲，无你简单伫目睭前温群，亲像处互人欢喜的。就是着亲像做基督的路步，用真实心来行上帝的旨意，毋是咧做人看的，你是做你应该做的，就敢亲像咧做互基督看共款。爱注重伫即个职场的即种品格伫，即讲在无论做路步还是自由的，逐人所行什么好，是对主来受倒转。原当是共款的一个原则，你就是咧为甲看做是咧做互主。做时阵，甲主做时，就遮个拢诚做非常合理的。最后，咱来注重伫职场的团队的即服侍，咱来尊重同工，尊重咱的客户等等遮个。就讲无伫喊话因，因为在因是恁同一个主伫天里，就是无用外貌处人的。咱来当安尼做时，咱的看见的结果，就是伫迄说要对主来受倒转。原来咱伫职场咧做这个代志时，咱当然嘛是对咱的这公司、对咱的主管会当得到咱应该得的。但是倒转来讲，你若目标下伫主的，眼光下伫主的时，是要对主遐来受到倒转，就是伫遐受到祝福的咧。所以咱不但会当为了主基督来做见证，佫会当主就要将得救的人来加添伫咱。人看见你的好所做的时阵，因就感觉基督徒为什么会当安尼？伊嘛意爱要诚做安尼，咱有做就会当做一个好的见证。那今日咱所要讲的是讲，教会已经受到起造啊，诚做倒即款的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是一个逐人会当尽伊本分，甲伊的恩赐会当发挥出来，佫会当伫迄个所在受到祝福的即个教会，大家拢长大，诚做是一个大人款。拢要为也要去帮助人时，咱哪有啥物见证？伫遮所讲的，就是遐讲到咱的即种个人、家庭，甲伫职场。其实咱伫2-3年前时，咱有提出一个迦南的文化。咱若搁出去时，到即个门开去看正边迄个壁，咱已经搭真久。伫遐讲到迦南文化，真干给、和睦、创新、珍惜、感恩，然后给予啊，和睦，甲即个创新。今仔拢有细腻伫遐想讲，咱要强调是啥物？咱要对付的是啥物？你若搁迄搁一遍看起来时，迄就是其实要讲咱的日常生活应该参像安怎？咱若做安尼出来时，其实咱袂输即个顶头咧讲，即爱用个人、家庭甲职场的。你若整个伫迄生命得到改变，种新造的人，你着爱伫你的行为中间看说有参像安尼无？有咱所强调这无？有咱要去对抗这些拢无去无？然后若有的时，我相信就是参照即个幼所书保罗所互这幼所教会的即个勉励共款。
咱来做一个结论来看先。教会就是基督的身躯，咱来伫地面上要做基督的这个见证。咱来长大，诚做大人，然后咱来有这个亲像，咱伫这个做人处事中间，伫家庭伫职场的时阵，咱得活出光明的这个囝儿的模范。这个模范就是一切的好、甲义、甲真。咱用这来互相来勉励。伫咱日常生活中间，咱用真正倒转去到亲像主早时创造咱的时，伊看这好迄个意用无？迄个是安怎？迄个是好、个义、个真的。愿上帝祝福伫咱每一个人伫日常生活中间，咱拢有基督徒的即个香味，会当为主来做见证。咱同心来祈祷。主，愿感谢，我会当透过幼所书保罗早时小幼所教会。伫迄个所在，咧提醒，诚做一个基督徒，伊伫教会中间，即个教会应该是爱如何？然后信徒伫即个教会中间应该有的见证是啥物？但阮伫遮看见教会甲信徒，拢爱有好的见证伫咧，互阮有真大的勉励伫咧。不管是个人，还是伫家庭，还是伫职场上面，阮恳求主你来帮助阮，阮每一个人拢意爱要有即个基督徒的香味。互人会当因为阮的所行所做所讲的，会当意爱要来接受要来接受即个福音，然后进一步也袂当诚做主你的学生。求主你帮助阮，当阮软正的时阵，加添阮归来；当阮已经行歪错的时阵，甲阮提醒，互阮所行所做会当应光伫主你的名。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时阵阮要同信用台湾基督教会信仰个别来个别阮的信仰。愿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阮的兄弟，就是救主耶稣基督。伊的受苦，等是离家死过活。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搁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开力，互阮生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神是上帝所默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搁定军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防过疼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愿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罪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愿是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真神的心。总是人有罪，误用这个文字，破坏人万物甲上帝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免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逃放，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诚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诚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